继续要来讲叫外送，这个餐点甲咱送到位，已经将做真侪人生活方式了。啊，这外送员真正是辛苦，透风落雨嘛无休困，都是为着要加赚一寡钱。但是这个外送员的薪水，也都是因外送所赚的钱安怎来计算，讲一点仔拢无透明哦。外送员工会今仔日就徛出来控诉，讲这个外送平台的计算机制毋若普通，而且有人完全看无，讲拢是误想的作业。啊，劳工团体嘛出面来相挺，呼吁外送平台算薪水爱透明。不管是透风还是落雨，外送平台为真正想要趁外劳的人提供趁钱机会，也毋过外送员遮辛苦，因要趁偌济，毋是家己会使控制。这张单写得真清楚，估计收到外送费用是25700，也毋过到月底一个算，剩13800，差不多剩一半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减薪的方式呢，它有一个东西是叫浮动计费、浮动里程计费以及浮动费率。这个东西的计算公式它是完全不透明也不明确的。你跟另一个同事在同一个地点点同一家店，可是2个人显示出来的外送费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话，就知道说平台对于客户。对于他的金主也都是黑箱作业的。原来这外务员薪水安怎算，唔是依照接单到固定的钱，送偌远、数量偌济、出产率种种，拢爱做伙算。是讲重点伫这个平台薪水要安怎算，完全无公开。必须要把这个薪资跟工作条件有关的这个演算的这个机制，必须要跟这个所谓外送人员来公布。行政部门它必须积极的促进如何保障。外部工会、产职业工会，它的团结权以及协商权的这个部分。外送人员一路动换薪水，也毋过平台算钱的方式，互人袂安心。恐惊日后真有通花啊！